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外交部长吴钊燮昨伫欧洲价值高峰会，甲捷克总统帕维尔同台，帕维尔嘛呼吁各国团结支持台湾。北中南三大生活圈的通勤月票，今仔开放预购，800几道1200块月票，台北市一早就卖出超过2000张。国防部统计，最近5天性骚扰案件有306件，立委建议军方设第三方的调查机制，增加外聘委员。新闻先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去捷克访问，昨伫欧洲价值高峰会，甲捷克总统帕维尔同台。帕维尔嘛伫演讲中呼吁各国团结支持台湾。这嘛是欧洲非邦交国领袖头一届甲台湾外交部长同台出现伫公开会议。外国媒体认为讲，这是台湾的外交突破。To continue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we do need support from European friends. Among all those who speak out for Taiwan, I would particularly like to thank the Czech Republic for being in the forefront. 演讲内面感谢捷克的支持，外交部长吴钊燮访问欧洲，14是参加伫布拉格举行的2023欧洲价值高峰会。捷克总统帕维尔参加工场活动，而且发表开幕致辞。吴钊燮独坐伫第一排，而且刷到来到上台去演讲。这嘛是欧洲非邦交国领袖第一摆含咱国的外交部长同台，而且出现伫公开的场合。外国媒体认为这是台湾外交的突破。Let's stay united with regard to preserving the situation with Taiwan, not letting China impose her will on Taiwan. 帕维尔呼吁各国团结挺台湾民主。吴钊燮会后嘛表示讲，这对台湾人是一大鼓励。接落来，吴钊燮嘛暗算访问欧盟的总部，和2当前正价调来比，这摆访捷克，吴钊燮的行程公开真济，嘛方认为讲是要伫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欧进前，先加深台欧的关系。所以李强他去的话，他一定是在巩固他这个欧洲国家跟中国的一个政策，那顺便宣传一中原则的一个重要性，让这个吴钊燮的效应能够减到最低。学者指出讲，欧洲反中挺台的力量是愈来愈强，后壁安怎扩大支持也是关键。这当中，意大利的参议院副议长前亦有嘛带团访台，总统蔡英文会接见，这嘛是目前意大利国会上关暂吉的来台访团。记者综合报道。北中南三大生活圈推出的通勤月票，今仔开放预购，其中800几道1200块的月票，台北市一早就卖出超过2000张。市政府表示讲，有通勤月票了后，望讲大众运输工具的利用率会当提悬1成。请问现在可以买 T Pass 了吗？三大生活区的通勤月票，第一天的预购上路，一透早就有通勤族来买这张专属的票卡，名额100，完成记名加达的点数了后，就会当退100。民众嘛会当用原本电子票证来加达买。伫捷运站的自动卖票机，选买都会通的方案，就会当加达来买通勤月票。但是同款要到7月初1才会当使用。其实还蛮划算的，因为我是住基隆啊。所以台铁就再加上去就蛮划算的。我是629到期，所以差1天。我刚刚问他说差1天要怎么处理，他说叫我先用1280，然后用1天以后再退掉。上北加济通勤族原本是使用1200八的通勤月票，拢拍算要换。悠游卡公司嘛提醒民众，一张票证敢若会当加达1张月票的方案。若是要使用原本的票证，建议使用到期了后再搁买。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去台北市的捷运站来宣导月票的预购上路，提醒民众会当伫7月初1进前分流来买。我们也希望让我们搭乘绿运输的使用率能够从60%提高到70%。台北市政府表示讲，通勤月票上路了后，希望会当提升10%的大众运输利用率，嘛希望因为安尼会当互800几套辖区的观光商机规个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第4波的武汉肺炎的疫情进入高峰期，顶礼拜平均一天增加35例死亡案例，是今年以来的高点。
台大公卫学院预估6月超越死亡率可能会愈悬哦。有医师分析讲，这波主流的病毒 XBB 是真高传，最近中学感染的少年人嘛特别多。第4波新冠疫情来到真凶，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天增加245例并发性病例，死亡是每天平均增加35例，创今年单周新高。疫情继续在高点。有医师分析，因为这波主流变异株是 XBB， 有免疫倒脱的特性，佮传播力强，尤其最近是校园的毕业季，中学感染的少年人特别多。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打了好几剂的疫苗，他一点点的症状竟然就阳性，然后一样照样去吃喝玩，然后捷运也不一定会戴口罩的，然后唱歌根本就不用说。毕业季真的很疯狂。着病天数增加，当前死亡天数也相对提悬。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今年5月超额死亡是17%，是解封了后头一摆出现严重超额死亡，代表大约有4%死伫新冠，其他是死伫非新冠因素，像其他重病死亡。那台大公卫学院顶日有估，6月超额死亡恐惊升悬到25%。疫情持续，政府呢却放宽防疫措施，却解封，那民众就更加没有防备，也跟着不戴口罩，感染人数就更高。它只是一个新冠死亡人数的一个估计，并不是说我们的新冠的死亡率超出预期，并没有这样子。对此，疾管署回应表示，台湾累计超额死亡数是全世界第9家。防疫团队会诚心检讨，也毋过无接受防疫失败讲法。目前看来，整个6月拢是新冠疫情的高原期。5日节了后，有希望出现反转。那今年秋冬季有机会购买莫德纳的 XBB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一间幼儿园饲囡仔食爱困药仔这案继续的传烧。卫生福利部今仔公布上新的检验结果，有33通电话表示讲想要互囡仔验看卖，实际上有29个人去验，28个阴性，1个人搁在检验中。各界继续关注新北幼儿园饲药案，卫福部15公布上新6月检验统计，前往就医的29位儿童中，4个人来自司法幼儿园，目前28人阴性，1个人检验中。另外有33位幼童的家长希望加检头毛。资料全部就提供给新北市政府啊，那新北市政府是不是要再进一步连结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单位，比如说是台北荣总啦，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呐，甚至说我们的调查局。医福会指出，免费提供检测的服务是未中断，即日起也会伫步入台北病院官网设立专区，逐天公布检测结果。那幼教团体是徛出来呼吁，唔通因为这个案抹平全体教保员的拍拼。目前全国幼教界的教保人员已经是士气非常的低落，每个教保员都觉得自己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呼吁政府是不是我们必须全面停止幼儿园老师的托药服务？毕竟他们并不是托喂药的专业人员。即马幼儿园饲药案也正做拿到2024总统选战攻防议题，国民党继续开记者会，澄清相关通报事实，批评民进党错方向。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也发声，面对所有的外面的声音，我们都直接来一一的解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有政治人物可以在这个议题上做不实的抹黑跟操控。我们希望能够回归到照顾幼童的健康，让家长们安心。新北市政府可以担起责任，好好的保护新北市的幼儿，而不是一直在政治上面打转。一直在时间序上面打转。罗清德电影回击，爱拿赢唔通想要推卸责任，呼吁新北市府做好后续保护，协助幼童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军的性平案件，顶个月有空军对查某大学生卡来手来，女学生报案，军方已经要求这个中士强制退伍。北师大关怀协会表示讲，1999年发生军事馆的性侵命案较大，法院受理63件军中性平案件，
有立委嘛公布讲5冬来，国防部统计性骚扰的案件有306件。立委认为军方应该要有第三方的调查机制，嘛要增加委员会外聘委员的比例。性骚扰、性侵害争议伫社会一直变，国军原来是性平案件真多。顶个月逼出空军中士性威胁女大生，互人反诉前报警，也捌传出中士申请退伍。军方是解讲已经下令态度。北师大关怀协会15公布台湾军民性平暴力事件的调查报告，为1999年军事馆性侵命案到即嘛，法院受理63件性平案件，尤其以性威胁上严重。因为军方喜欢切割，担心影响军队的形象。切割之后，让这个犯案的人没有任何的辅导，就丢回社会，然后他常常就要自己去打官司。因此，这当中侵权赔偿的官司是很多的。似乎也没有运用这样的自己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身心辅导，就让所谓的行为人。就是回归到社会，我们会担心，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他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再犯的一个几率是高的。军中较早拄到性骚扰、性侵案件，上接看的都是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啊，不过无针对加害者进行身心的辅导都切割。黄伟伟认为，军方安尼做无负责，无顾到民众的安危。另外，调查嘛发现有38件军人牵涉到性威胁的判决。将近一半是妨害性自主。有立委嘛公布预算中心的评估报告，公布将近5年的性骚扰案件有300件，啊，不过比国防部主计局统计结果较少，这个有无公开。全部的案件中，尤其是以男对女的骚扰占93.02%，受害者为士官及士兵占73.26%。对这些所谓的个案呢，也有到我们部里面定期的来由长官主持。跟那个精进的部分，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认为，军方爱成立第三方调查机制，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也加提高性骚扰申诉调查会的外聘委员比例。落实军方性平教育，应该要在中正以后的阶段，加强军校生的性平教育，也加心理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立委王宏维进前逼出台北新地第7土地标售案，可能有内线交易。今仔早起由王宏维搁再开记者会，质疑台北公司有绑标的嫌疑。最可疑的，明明4月19号已经绝标，然后配合达利公司，过了16天之后才分别来做重大讯息的公布。然后眼睁睁看着达利公司移转30%，台肥默不作声。我们都按照我们的招标规范公开去招标，底价是22亿，最后结标是26亿，是超底价10几%，应该不会有绑标的一个嫌疑。立委王宏维指出讲，针对台北新地第7土地标售案，当初台北公司的标案定出超级悬的规格，标决了未当共同投标，资本也要超过30亿。也毋过，达利公司标到了后，才4天尔，就甲标案3成的土地所有权转互资本业只有20万的一间公司。所以立委王宏维是质疑讲，台北公司有绑标的嫌疑。台北公司是表示讲，一切拢是依法办理，嘛强调讲，达利公司标到了后要安怎开发，甲台北公司已经无关系咯。再来看台湾的 AI 年会 AI 台湾，今仔伫台北举行，有130间的企业参加。数位部的处长李怀仁指出讲，咱台湾发展的重点是要推动产业 AI 化、AI 产业化，帮公部门甲民间企业合作有愈侪 AI 人工智慧的应用。快乐自在，生命在续。甲虚拟人物直接对话问答，这款 AI 虚拟人结合 AI 语言模型，也有精美的视听甲效果。伫甲人类对谈的时阵，也有因为身份角色无同，也有不同的回应。后面接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fine tuning 完了以后呢，它生成的这些文字，再经过数字王国后面的这些虚拟人生成的系统，然后去做成一个对答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会当互虚拟人物互动更加真实，也有人利用多角色训练技术模型，将实际影像转换风格，高生成祝福词，直接做成副卡。
AI 应用一直出来，也有业者电话全台第一个带有双手骨的 AI 服务型机器人，对长照运输等领域提供协助。看到这个物件，然后他知道说要对这个物件做不同的工作，这让这个机器人可以自己在设施里面，他用自己的手臂去开门，可以让自己的手臂去搭电梯。无论是伫倒一种场合做什么款的工作，机器人拢会当学习。另外，中小企业若想要投资 AI 发展，工研院也推出 FAST AI 一站式系统，可以用少量的标注资料，那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训练的正确率，不用专业的 AI 工程师来调整这些参数 ，AI 自己会调。产业 AI 化 ，AI 产业化，我们希望各个产业在数位转型的路上更好，成本更低，解决方案更有效率的 AI。台湾 AI 指标性年会 AI 台湾2023伫台北举行，吸引130间的企业参与。安怎应用全球 AI 事件？数位部将重点放伫产业 AI 化、AI 产业化，希望公司协力创造更较侪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伫18、19访问中国，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到打去中国访问上高层的官员。美国国务院强调讲，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也毋过并无期待讲，即阵敢会有啥物重大的突破。中国外交部是指出讲，昨美中有通话，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嘛向布林肯强调讲，美国方面应该爱停止干涉中国的利益，其中包括台湾问题。经过中美双方协商，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会伫18甲19访问中国。这是今年2月中美发生侦查气球事件，布林肯取消访问了后，搁再展开访问中国的行程。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个目标是建立沟通管道，避免误判甲冲突，也会讨论一系列双边甲专业议题。The places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re well known. Fentanyl. Cross-strait issues, their alignment with Russia in its war in Ukraine, which I just spoke to, and a host of other issues. We view thi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diplomacy and our conversation that we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have with China. As we have said, they're going to be a major player for a long time. 布林肯甲中国外长秦刚则是在去捌通话。中国外交部指出，秦刚将对台湾议题表明中方的立场，搁再声明美国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国务院伫简报布林肯的行程的时阵也表示，即届除了会见秦刚，甲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也有可能伫19会见习近平。啊，毋过嘛无认为布林肯即届会当有重大突破。军舰慢慢驶入马尼拉港，一只有几多百个海军学员的解放军军舰赤旗公舰罕见的到菲律宾访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当地华侨，也甲菲律宾海军官兵代表等300多人，拢到码头迎接。I feel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 And I think the friendship of these two countries can be stronger. 可以胜我们祖国这个边界，现在是搞得很好，比世界更好啊！很高兴为祖国点赞。解放军上届大动的训练舰赤旗公舰会伫马尼拉港停靠3天，做40天航行的最后一站。这原来是北京首部开设紧张关系友好的做法。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来看希腊的南部海域，佮发生移民船冰船的意外，造成79个人死亡，有几百人失踪哦，是今年上严重的移民船难。伫咧南部海岸，船一台一台来来回回，船顶载是冰船的移民船被救起来人，医疗单位也伫咧岸边待命。当局表示，有真侪人已经不幸死亡。这台船是自利比亚出发，打算要去意大利。乘客大部分拢是来自埃及、叙利亚加巴基斯坦。欧洲一个救援团体讲，这台船长30公尺。联合国家救援团体讲，船顶差不多400到750人。Πολύ φοβάμαι ότι θα είναι και μεγαλύτερος, γιατί ήταν μεγάλος ο αριθμός των επιβαινόντων στο σκάφος, πολύ μεγαλύτερος. 海巡單位官員講，13就看到這台船伫咧划希臘海域嘅公海頂頭，意大利官員有經過希臘，而且向真濟單位，包括歐洲國際邊界管理署、聯合國難民署回報講，甲板頂頭一個船艙內攏客滿人，而且攏無穿救生衫。海巡講，因有甲這台船講會當鬥3天，驗過陰霾。在4透早，這台船的引領過江，船頂嘅人出現騷動，船向一邊偏過去，
尾啊几台船就变过去。被救起来人讲，船长坐水台船渡难。Greece has done everything possible on this, is to crack down all these people. 2011年，利比亚独裁政权伫北约军事干预了后，更加无安全、无稳定，真侪百姓拢想要逃走，形成一个偷渡网。因为死人是中东、亚洲抑个非洲的难民，坐船要去欧洲大陆的上主要路线之一。移民的问题已经对因国家造成严重的危机。政客为这件代志伫咧辩论，严格控管，同时指控联社集团无顾人命。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今年估计有上千人伫咧地中海失踪或者是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联合国难民署发布年度的报告，指出讲到2022年的年底为止，全球有落无厝的人比顶年增加1900万人哦。难民署嘛估计，因为苏丹内战，到今年的5月，全球可能有1亿1000万人有落无厝。联合国难民署伫当地时间14发布年度报告，讲到2022年年底为止，全球因为战争、迫害、暴力甲侵犯人权，致使有落无厝的人有1亿840万人，这比2021年增加1910万人，是有史以来增加上侪。若2023年封闭咧离开家园的人是搁较侪，因为苏丹的政府军甲武装团体爆发内战。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到今年5月，全球封闭甲有落无厝的人大约有1亿1000万人。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that flee not to rich countries, but to countries that are either poor or middle income low or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bout 76%. 联合国难民署前一阵表示，到去年10月为止，保守统计大约有100万人为苏丹逃走。因为内战，苏丹可能阁会出现人口买卖或者是违法武器走私的问题。وضع هناك صعب هسه حاليا ذاته الضرب شغال ليه هسه حاليا السودان بقت صعب مرة واحدة。联合国伫6个月内已经甲国际呼吁，要准备差不多美金4亿7千万来援助苏丹。不过到目前，敢若传出1趴的资金。联合国的官员表示，需要更较侪国际资源，公平分配责任，让这寡难民会当有尊严回到家园。另外，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全球46个上无发达的国家占全球 GDP 无到1.3%，所收容超过2成的难民。伫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表示，因为联合国提调援助金，目前逐个月敢若会当摕到美金20块，差不多是台票614块的补助。若这寡钱敢若有够达报病租金，伊阁有4个囡仔爱车用。Our expectation is that i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in terms of resources. This year, what we're asking for is close to $3.8 billion in terms of all the frameworks that apply to try to help both Lebanese and Syrian. 后面召开会议，目标要筹备美金112亿。不过，真多事务官员表示，这个目标恐惊是无法度达成。公司新闻沈玉培编译。欧洲议会将表决同意要采纳欧盟提出的人工智慧法案，也毋过，佫需要经过欧洲理事会辩论协商，才会正式通过。另外，2023年巴黎科技展嘛开始了，甲画家梵谷对话，佫会飞的客丁车是啥真侪观众的注意。人工智慧所运用的科技超过道德法律，即马伫欧洲有法律通管了。这是欧洲议会历史性表决通过，要采纳欧盟人工智慧法案，互将来的 AI 管理有法律根据，佮建立世界标准。It is the right time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impact the AI has. Hoping that companies will self-regulate is not enough to safeguard our citizens and our societies. And we are now hear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digital giants out there fearing their own products. 亲像 ChatGPT 上起升电视的时阵，创造比人更较高的各种生活运用，亲像简报、自动化医学诊断、深维、各种图像、代码、影音创作设计，甚至通过法律医学考试，也可会当吸收回应学习进步。不过，这样表示，当牵涉到个人权利、健康风险这个问题的时阵，是毋是也是会当兼顾到道德甲法律的界线？这就真歹讲。欧盟已经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像讲教育、人力资源。
员、公共特殊，也有移民管理方面的人工智慧，划分条列做高风险的领域。不过，这项法案也需要经过欧洲理事议会的辩论甲协商，才会当通过。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AI 开发商颠倒认为，这个法案恐惊变作人工智慧重大威胁。开讲机器人 ChatGPT 研发商 OpenAI 伊就表示，可能会被迫退出欧洲，到时阵爱看法案的内容有倒一寡规范。巴黎科技展10时举行，人工智慧的运用真受大家注意。Et ta relation avec Gauguin, elle se passait bien? Relation avec Gauguin était complexe. 这其实是新创公司最近得设的语言模型，用梵谷做例当做学习的动力。你做想要知影梵谷的生活甲作品，也有谁会比梵谷更较适合担任伊家己的。另外，亲像以电池甲燃料箱所装饰的混合动力机器的飞行机动车，这原来是焦点。不过，发明家沙帕塔伊讲，这毋是有钱人的佚佗物，无拍算要卖，会当坐才是主要的目的。过来就是用来救援使用。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中市北区的梅川东西路的人行道，目前的时间民众只好行伫车道。这个人行道是建商新复法为了换大楼的量级奖励，向市政府领用的。目前是规定讲，伫建案取得使用执照进前完工就会当也毋过民众是真怨叹讲，按照目前的进度，恐惊爱搁2-3冬，这个人行道才会当行。中溪人行道目前阁是一片大工地，堆满了建材甲废弃物，不过拢看无工人的时间，行人经过这必须要行伫车道上，看起来相当危险。车有时候会停在这边，那如果我们人要走过去的话，有时候很容易被车撞到。而且就无得行，危险啊！即摆迄边也未行起来啦。大家行咱这边来小对冲咯，攞出来嘛你闪无车过。但就是北区梅川东西路，目前正在进行人行道中间的工程。民众认为行人无地通行，会使讲是行人地角。当地里长嘛表示，工程为去年10月进行到今嘛，拢还未完成，进度实在伤慢。这一阵子，你看这个将近1个月，半个多月1个月下雨，它是完全都没办法施工。这个人行道工程是由新复发建设任用中建。原来外出其他建案的人质奖励，目前有2个路段，总长超过2公里。依照台中市府现在规定，任用人行道只要伫建案处理使用执照进前完工就会使啊。不过民众质疑，安尼人行道可能必须要搁等待2-3年才会使来通行。都发局将函请新复发建设公司加速完成人行道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加强工区的安全维护措施。二工伫吊臂牵着台中这份轨道意外，市府勒令新复发这件建案必须要停工。近日新复发来申请复工，不过市府要求需要其他工程单位来审核认证，未来建议同意复工的申请。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凤山溪5月底有一件废水的污染，昨又阁有柴油的污染。一间食品工厂放柴油的油桶歹去，柴油外流到凤山溪环保局要求业者要变好清气，上济卖当罚业者600万。溪水内底出现乌烧，又阁有阵阵油光。环保局人员10时透早伫高雄凤山溪外凤山圳地方池附近，发现溪水卡着大量的油污，阁有臭味。巡山队早发现污染源来自美山路30巷桥附近，是食品业者厂内柴油起阵做的自漏阀断去，泄漏大约100公升的柴油，造成柴油泄漏流入凤山溪。违反水务法第28条的规定，裁处1万到600万元罚锾。并命现勤清除河面油污。环保局人员预备业者工厂做采用准备开发，下游嘛设炸油索甲吸油面，要阻挡柴油扩散。虽然油污10时已经清了差不多啊，但高雄这礼拜常常落大雨，15透早再度落雨。有里长表示，部分油污已经来到下游。有些油污已经往下游流了啊，从凤山圳已经流到我们博爱桥这边了。他用那个染油绳，其实不会完全的把那个油给吸附掉啊。凤山溪5月底6月初接续发生大量死鱼仔甲树叶废水污染的事件，才拄啊过半个月，阁有业者厂内柴油泄漏，唔但影响水质，臭味嘛影响居民生活。里长呼吁市府要加强稽查，避免阁有业者污染溪水。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
再来看南部前几天哦，发生几啊届的地震，又搁落大雨。新化的虎头埤有一间邻家厝倒去，搁去底着一台轿车甲3、4台的奥多摆哦。这间厝嘛已经50多栋咯，附近嘛是老社区。台南市政府虽然想要社区更新，也毋过进度是真慢，附近的住户嘛拢真伤脑筋。炭火芳怪手当咧甲遮厝倒去的砖仔角清掉，这栋伫新化虎头埤附近超过50年的老厝，因为最近连续咧地震落雨，全咧倒去。虽然无去地着人，不过附近的民众嘛开始烦恼家己的厝敢抑个安全。遮早期是替来台湾的军人甲亲属咧住，大约74户，土地是台南市的，住户敢若有地上买居住权，所以无权登建。遮厝其实咱拢无权利会当家己登起嘛吼。伊袂当你会当征收尔。征收爱去申请，但是这厝看起来话，拢愈来愈旧啊吼，拢歹啊，但是像安尼，恁家住了会烦恼啊，是安怎？给点啊！那我想，这个单一的事件已经引起这整个区域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危机。这住户嘛，捌做自救会认真真侪改，讲要改建，有权大声买地要求。不过因为法令规定，市府拢唔敢答应。民代嘛要求加速社区更新的规划。目前相关部门嘛已经委托顾问公司来进行。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会根据整个新化区的都市计划发展，跟虎头埤风景区这个区域的整体发展状况，还有对这边居民的居住权保障这样多重的考虑之下，去进行这块土地未来的的规划状况。因为在地个日本新社土地等历史建筑的征收，在地希望会当配合虎头埤的发展，赶紧甲门面处理好势。因若住户的居住权，敢是要犹太，也是要去做社会主体，详细嘛要等规划公布，才会当刷手来协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要起一间洗碗工厂，专门来帮夜市啊、餐厅洗碗盘。也毋过，洗一顿碗讲要35块，所以真侪店家拢提出这个计划。县政府环保局今仔是开说明会，讲因当初算唔对咯，洗一顿碗是2块2。为着要降低粪扫总量，花莲县政府偏了9000多万的预算，要起全台湾头一个由县政府营运的洗碗工厂。不过，一个开始报价洗一个碗要35块，引起风波。环保局虽然事后改讲每个月包月6000，不过业者也是无法度接受。有的摊商生意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包月可能有4公余，他搞包6000块，他可以去买盘子，就不用再透过清洗中心。环保局委托业者赔回讲，洗一个碗35块，是以109年调查夜市啊愿意配合的路边档啊餐具数量拄洗碗工厂建设成本的结果。不过，这种的算法令县政府秘书长都认为有问题，已经请环保局重新公布计算方式。我们的调查结果虽然它估算是不是不对了，那这部分当下我们其实提供给那时候是4月的资料也没更新，那时候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太离谱，所以有要求他们重新调查。因为环保局委托业者伫家路边档讲话时阵讲，这个案是真大误会是假新闻，引起监督的议员不满。至于当时会勘的时阵，厂商是安怎无还正确资料？做错事我们改就好。如果不是议员一直追，这个35块到底怎么改成现在大家的研商会议？我的意思不是说35元是一个假新闻，我只是说跟我们从算到35元之后，发现这个算法有点算出来的金额有点离谱，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修正。环保局是讲，未来洗碗工厂是以量算钱，还是包月制？平均洗一个碗上济未超过2块2。清洗中心每天会有2台车去夜车载运餐具，无收运费。餐具是以PP耐热材质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真侪T字形的路口，机车要等待倒弯的边啊，拢有画造化线，有人会直接骑过哦。也毋过伫高雄，道民众互检举，互开一张900块的红单，嘛伫网络引起讨论。有网友是认为讲，爱要专工避开这造化线，有当时啊颠倒是真危险哦，这嘛应该爱检讨。画面内底乌多摆骑过白色的造化线，停伫大专区准备要倒弯，却毋知影这个行为是爱食罚单的。高雄一个民众，顶一日经过凯旋四路、甲中兴路T形的路口，因为2段式倒弯的时阵，骑过造化线去互检举，以道路交通条例罚900块，罚单打出来引起大家讨论。不少网友拢认为纠正了伤过头。习惯就是会靠右边之后转进来待转区，但是它在待转区前面现在多了一个槽化线。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2项第3款，不遵守道路标线指示，
可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实际去到现场，差不多每一只2大小倒坏的乌托邦，拢骑过做划线。有技术认为讲，既然若违规，就要面对。不过嘛有人烦恼讲，若超工要闪开做划线，可能电倒去后边的车弄掉。如果我绕出来的话，你看我就跟那台车擦撞了，就按照的规定来。根据警方的统计，今年到单为止，这个路口因为无遵守飘线指示违规的案件已经有10件，而且唔但这个路口，真侪体型的路口大专区边啊，拢有未做划线。交通局解释，做划线的意义，就等于是障碍物，是为了降低大专区的乌托邦去互要直行的车弄掉的风险。如果没有办法设置待转的停车弯的话，那因为为了避免在待转区可能会跟后方的直行车辆会发生碰撞的风险，所以在机车左转待转区前面会划设潮化线。警方表示，会函请交通局去现场会勘，若认定是无合理，会请采购中心撤销罚单。不过，要是呼吁民众爱遵守道路的标志、甲飘线等等的指示，确保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的三池，最近出现泰国鱼虎、甲五过鱼等外来鱼种哦。罗东林管处是请民众做伙来遮钓鱼，结果嘛钓到331尾的外来鱼种，为环境来尽一份心力。民众转鱼钓的钓线，才甲鱼儿弹出去，钓起来的鱼有外来鱼种、泰国乌鱼和五过鱼等等。这只泰国乌鱼佫甲吞落去的本土种斑龟吐出来，看出外来鱼种对本土物种的危害。那个是台湾的斑龟，哇，对，台湾斑龟小孩，这刚刚被吃的。对，还有那个虾子。宜兰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底茶池，最近是和泰国乌鱼和五过鱼这外来鱼种侵扰。罗东林管处因为安尼，第一摆办外来种的鱼类移除环境教育活动，邀请民众做伙用钓竿来移除地内的外来鱼种，为着移除331尾。活动可以多办一点。真的哦？为什么？把外来种钓完了，全部都是外来种。有6条，而且这种生殖能力跟我们的乌龟鱼差不了多。它有多大？这泰国乌鱼互钓起来了后，是放伫网仔内，用尺来量，体长是60公分，比地内的斑龟、台湾扁鱼和其他鱼拢较大。都透过这样的一个钓鱼，可以来移除外来鱼种之外，也同时跟大家讲一些环境教育的概念，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外来种的一个议题要有所关注。这场活动真侪家长拢带囡仔来参加，除了用钓竿是真好耍，嘛真有教育意义，嘛互囡仔了解生态知识。罗东林管处讲，就算要完全清除地内的外来鱼种无简单，但是活动有宣示意义，提醒民众莫凊彩放生，影响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登记推广台语文，最近佮规划出版一本罗马拼音的绘本，望讲透过故事册，互佮较侪人会晓罗马拼音来了解台语文的事。老师带社区时代，甲罗马拼音字佮留一解，念顺了后，因准备要甲即几档所学的罗马字变成多样化，像单文母语，因着设计乃至手甲虎头笔等相关语词，互因较好记。这是新市社内社区向文化局申请社区营造计划，要出版罗马拼音绘本。时代对色彩调配甲多样设计拢家己来，时代讲完成了后，真有成就感，佮会使小头活出。有的时候比较难懂，透过这个彩绘，让小朋友看了他就一目了然，他都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伊台语文已经杀啊要20档啊，非常的成功。咱台南市杀档台语文的一个模范社区。社区登记来正面来咧推广台语文，每档上起码会出版一本册。台语老师讲，400档前，咱的先民就已经会晓罗马拼音嘛。要推广阿母的话，爱对罗马拼音先学起。透过这个用图的方式制作呢，互大家感觉较接近的、较亲近的，就讲华语来讲叫易学易用啦，简单学足简单难用。老师佫进一步讲，台语若完全拢靠汉语，是无法度解决语言书写的问题，因为台语嘛包括侪外来语，这就是爱用罗马拼音字，才有法度甲正确的发音呈现出来。希望借由这摆创作，互大家通简单来学习。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
热浪东部外海常常出现大型的保育类海翁、海猪。昨花莲外海就有10只左右的观察头。台东三湾火山河溪区的外海嘛有看到一只豆腐鲨挖进溪船。专家讲因为对温度较悬的洋流甲食物由来，所以台湾的热浪常常会出现伫东部的海域。14伫花莲外海小海岸船顶的游客，拢摕气象机手机记录器难得看到地球上上大的齿鲸观察头。即摆看到一阵10外只主动向船只挖近，出现时间要外1天。其中还有一对母仔浮伫水面，不时为气孔喷水刷落来，坚固尾溜翘起来，真紧冲落水，游客向因道别。整片外海大概出现将近10头，那它们没有聚集在一起，但是就是零零散散，因为体型很大的关系，所以整片外海其实都看得到它们很特殊的样貌。这是伫台东三环河溪区外海，也有渔船发现一只5公尺长的豆鲨，收到渔船的边仔讨食，因为是保育的鱼类，渔民赶紧收网收钓具，惊伊受到伤害。不过这只豆鲨一点仔拢唔惊人，一直围伫船边，模样真古锥。不过安怎这寡大型的海岸鱼类，即马会接触入伫东部外海？专家讲，因会随着温暖的洋流洄游，各是不充足，热天东部外海环境拢有这款的条件。他们通常洄游的目的主要是比较像是比如说索饵，就是觅食，然后繁殖跟寻找适合的水温。专家讲，大型海岸海底鱼类会当讲拢是保育类，伫海上因主动挖进人类，可能是有人捌试过因的经验。不过呼吁民众甲渔民伫海上发现因，也是静静观赏就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引进 AI 机器人，县内71间公立幼儿园，各有各式的特教班每一间教室拢提供数位教材，予老师囡仔来使用。这款机器人会晓讲客语、台语甲英语嘛，予学生会当接触无同款的语言。幼稚园囡仔利用 AI 机器人练习数学，还有对着音乐做体操以及跳舞，学生是哪学习哪算。玩了好多游戏。游戏还有呢？讲故事。说故事，好棒！还有唱歌。机器人除了会晓真侪科目，补天老师上课的教材以外，机器人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当选择客语、台语、英语。比较弱势的孩子，那其实他们在语文发展方面的刺激会比较少。像我们有越南籍的孩子，那他的那个华语的发展没有很好的时候，那透过他到语文区去操作开闭，那他的那个语文在1年内就快速的进步。学讲透过机器人，学生唔但感觉上课真趣味，对刺激囡仔脑部发展嘛真有帮助。一方面呢，他孩子的思维他会更广阔；那二方面呢，可以发展孩子的不管是左半脑，我们说理性的或者是科技的；那右半脑呢，他的艺术是让孩子能够更扩展的延伸。让机器人来做老师，这是新竹县新的政策。13个乡镇71间公立幼稚园以及国小特殊教育班，目前总共有7000个学生。自今年开始，每一间教室内底拢有一台机器人老师，希望利用 AI 科技，让囡仔学习更加丰富。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了让各式学生伫学校食豆的时阵，会当加食一寡在地产的杂粮，农粮署甲民间团体合作，评选红豆的食谱甲教案。有来自印尼的师傅甲红豆加入去传统印尼的甜汤内底，无人甲红豆加入去挂包，甲香港的点心烧麦内底咱做伙来看卖。眼前的竹汤仔饭5花10色，这是新北市有来国小的营养午餐，加入各种杂粮。包括常常看到的红豆，若即碗是实在多样的跨国改良甜汤。马经国小的总铺师是为1年来叶素花，伊特别将代表相思的红豆加入菜色，若表达出伊思念故乡的心情，更加有加入伊煮这项料理的爱心。大家一起吃这样子，难对我们那边的故乡的味道可以带来台湾分享。这感觉也要多花一点心思嘛。对，本来煮料都有一点爱心在里面了。为着提供甲红豆加入学校的中昼顿，改变红豆敢若会当做甜汤、甲圆仔配的菜色。农粮署甲民间团体合作，公开评选无同款的红豆食谱甲教案。现场会当看到红豆搁放入去挂包，甚至变做红豆烧麦。甜的、咸的、中式、西式拢会使，也互学生会当加入到一寡本土杂粮。在我
我们希望说饮食多样化，或者是说多吃全谷杂粮的这个部分呢，红豆就可以替代其他的举例来说进口食材，比如减少进口的黄豆的使用啊，或是面粉的使用。国内红豆仔主要的产区伫南部，一年会当生产11000公吨，以屏东占7%的产量上悬。国内是高雄。互红豆加入学校的中昼顿，农粮署希望会当互学生入捌红豆，加食一寡低碳环保的在地红豆，对健康甲环境拢有正面的帮助。记者台北报道。市面上羊芳粿品种是袂少，台南北门连续5档伫羊芳粿品鉴得到头名的农友桂面皮，最近试种新品种9号。食起来真脆，甜度嘛真悬，但若品质产量稳定，就会当卖咯。也毋过已经有袂少人先来注文。台南市羊芳粿的种植面积是全台第一，其中北门区是上大的产区，当地林的温差较大，加上土壤特殊的海盐地质，种出来羊芳粿品质拢真好。最近也有新品种准备要推出。目前是算原来是试验当中啦，甲其他的果实来比较的话，品质应该是拢袂安怎歹啦。只要采收也有到迄个适度的话，其伊的品质拢会出来。虽然桂明皮是传承老爸技术甲品牌，毋过一直求新求进步，伊改用有机肥料、减少农药的方式种植，已经连续5年摕到北门羊芳粿评鉴的第1名。侪消费者拢抢要来注文以前的羊芳粿。品种来讲，伊这支石号是较大个性，口感就是互你食起来就是脆脆，安尼食着互你感觉足舒爽的安尼啦。伊外观就是较椭圆形，外面有一斑纹。目前新品种的羊芳粿搁伫咧试种的阶段，待品质产量稳定了后，就通正式上市，互大家一看卖无共口味的羊芳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职业篮球 PLG 总冠军赛的第6战，富邦勇士伫主场对上新北国王，勇士41回球星林志杰摕到23分，5个篮板，7届的助攻。球队最后是以118比104拍败新北国王，富邦勇士嘛摕到3连霸。就是彩带抛下的这一刻了。比赛结束，全场等蓝色的彩带。PLG 富邦勇士队伫主场满场球迷面前封王，创史无前例3连霸。这场总冠军赛第6战，勇士虽然有听败优势，不过一开始是新北国王一直提分。年龄高，在这个系列赛的3分球命中率今天有了明显的提升。国王外国选手曼尼高开赛3分外钟，包括2粒3分球，总共摕10分。勇士赶紧画暂停。转来了，换勇士的外国选手江森回敬一波7比0的攻势。再给强森直接破外线，单节个人第2记3分球。第一节就看曼尼高加江森伫咧对战，江森一节就摕15分，和球队26比25反超前。第2节换国王的林书伟表现，一节摕19分。冲锋陷阵，而且就拔了，哎呦喂呀！林书伟。半场拍煞，勇士56比55领先1分，换兵进攻。第3节看到勇士41岁林志杰发挥，摆脱前5战3分球拢无啥入的情形，直接就单入3粒外线，摕到11分。林志杰点见伊招牌野兽的画声。给到远边的志杰也拔一个。林志杰这粒3分球，后半落后2位数的勇士拍到颠倒领先11分。第4节一开始，勇士搁再一波7比0的攻势，和国王无法度搁再入分。上面富邦勇士118比104赢，完成3连霸。哇，真的太难了，太难了！国王给我们太艰难的一场。每一场胜利都非常的困难，不管老中青三代老得非常拼命，然后中生代衔接的不错，然后新生代进入到季后赛之后打这么好，所以真的非常感动。富邦也真济，韩国像玉龙空良加浦原建得了台湾篮大史上第4期完成3连败球队。总教练柯正哲更加是第1位2边带队3连败主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电动车虽然是未来的趋势，也毋过目前价格是个真悬，充电的时间又个爱真长，所以有袂少消费者嘛是拢会先选加油的车。咱来看英国一间新创公司，改良研发出充电只要充6分钟，就当行250公里的充电系统哦。那所以当成功来应用，这应该是电动车真大的突破。咱做伙来看卖。电视空间内底，这只真适胖的超级跑车。向向一个看较真出名的牌子 Lotus 真小翔，事实上研发超快速充电科技的英国新创企业奈伯特，就是用小可改装过的 Lotus 跑车，制作新科技的电视平台。印度的创业执行长施瓦瑞迪，找有化工教授背景的克莱尔格雷，做伙找出会当兼顾快速充电、重量轻，而且车会当驶距离符合需求的电池化合物。另外，电池内部的结构设计嘛是关键。At the heart of our battery are new anode materials that sit on the negative electrode in a battery, so positive electrode and a negative electrode. So they sit on the negative electrode and take in lithium ions 10 times faster than what's possible. 目前市面上咧卖电动车，无论是倒一个牌子，除了价格较贵，消费者拢爱伫咧充电时间的长短，还佫有车辆巡航的距离之间做选择。若是想要互车会当走较远咧，就要甲电池做较大粒咧。那安尼充电的时间大概45分，甚至是1点钟以上。产业分析师认为讲，奈伯特公司这款概念车若是会当实现，对电动车的产业会是重要的路站比。There are three major challenges to electric car uptake: the cost of the vehicle, th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the worry about the range. Now, potentially, this takes out at least two of those three by providing really quick charging. And therefore reducing your worries about the range as a result. 250公里巡航的距离，甲其他市面上现有的电动车500-600公里来比，也是差伤远。而且电动车因为安尼，嘛以碳纤维的车身来取代10钱的钣金，安尼嘛会造成安全性的疑虑。当然，电动车的价格，甲同款规价食汽油甲柴油的车来比，是价真贵。这也是汽车产业未来爱解决的问题。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